您要过来找我干什么？女儿我现在倒觉得有个有钱的女婿真不错。爸爸好长时间没睡着了，我这刚才睡真香。你又打什么如意算盘了？不是上次我找你要20万，你没给我，我等半天，人顾西城爽快，派人给你爸送了20万的支票。你说什么？顾西城给你20万？啊！不可能！他要不给我送支票，你以为你这段时间过得那么舒坦呢？我早来了，我。他要是知道他为什么不揭穿我，他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撒谎！那谁知道呢？现在有钱人哪喜欢找虐啊？人装糊涂呗。顾西城这小子贼着呢。如果你这次过来就为了告诉这件事的话，那我知道了，你可以走了。你看，你孩子这么犟，爸爸缺钱了，你接济我点，爸爸就走。贺振东，你还有完没完了？你听我说，你听我说完了呢，你要是不改变主意，爸爸转身就走。不管你说些什么，我就俩字儿：没钱。你爸爸人穷可不傻，妍希。我告诉你，女儿，打一进顾家我就认出你来了，你不是锦溪，因为锦溪打小就不叫我爸爸。虽然你们俩长得很像，但我是你爸爸，那眼神里我能认得出来。放开我！我听不懂你在说些什么。我就是贺锦溪，如假包换的贺锦溪。装，继续装。我找顾西城拿100万啊，我拿了100万，你爱怎么装怎么装，跟我没关系。100万，你是不是疯了呀你？你爸没疯，我现在手里有个秘密，我要是再不拿这秘密换100万，那你爸爸才疯了。不管你有什么样的秘密，顾西城都不会相信你，没有人会相信你。呀，真不相信呐？爸爸好长时间没见了。没有，这不怕，是太长时间没见的了，激动了。